大家好，我係 Wingo。今集 UK 再續模型雲，想同大家講下，好似我呢啲由香港過嚟英國嘅模型玩家，點樣繼續揾翻噴油？喺香港出發之前，點樣準備？噴筆、氣泵、抽氣箱，邊啲要帶，邊啲要過嚟先買？仲有模型油、thinner、tool wash 呢啲消耗品又點搞呢？我會講下自己親身嘅經歷，有啲順利，有啲真係傻仔咗。等大家聽下笑下啦。事不宜遲 ，UK 再續模型雲，模型油繼續噴。當年決定過嚟英國，除咗屋企工作之外，我最擔心嘅就係點樣繼續砌模型，特別係噴油，因為香港用開啲工具，有啲又重，有啲又屬危險品，唔係話帶就帶得。嗰時我就開始做功課，自己用開嘅噴筆就一定要帶。包括一支 Iwata HPCP 同埋一支 Madworks 嘅 0.5mm。講到噴筆，就要多謝香港啲模型朋友，臨走前送俾我嗰支烏克蘭紀念版嘅 Infinity， 依家都唔捨得用，只係供奉住，久唔久攞嚟問下咋。氣泵方面，以前喺香港用最適合俾後樓梯戰士嘅浩盛 HS317 已經夠咗啦。咁我就索性換個新嘅 Sparmat TC610H， 跟全屋家當以 TOR1 一齊船運過嚟，因為咁大部機咁重，日後再寄過嚟運費又貴，又有機會打碎，唔划算。抽氣箱方面，喺香港嗰時屋企只係噴水性油，噴油性油就出去租噴場，所以抽氣箱係用土炮嘅自製品。今次就趁船運家當嘅時候，一齊運埋呢個懶懶同學嘅水簾過嚟，全身係要自己砌嘅。不過砌開模型跟說明書砌就冇難度啦。至於模型油方面就要注意啦，除咗啲水性油之外，所有燒機油、珐琅油、thinner 呢啲油性嘅產品都係屬於危險易燃品，一般託運係唔得嘅。可能會有人問，偷偷地運得唔得啊？我真係唔夠膽用人哋成船貨去搏，萬一出咗事，責任真係大到頂唔順啦。所以我選擇乖乖地嚟英國先再買過。嚟之前我都幻想自己個模型天地有幾正，但到咗之後先發現要噴油唔係想象中咁容易。最大難題係抽氣問題。英國啲屋嘅保暖設計係用雙層玻璃，香港式嘅抽氣安裝方法基本上行唔通。有啲喺英國嘅模型同好同我講，到而家都仲係用噴罐喺後花園噴油咋。有啲就好似呢位師兄咁，打開窗放條喉出去。不過我就擔心凍天氣或者落雨嗰陣會有唔好彩嘅事出現啦。好在我可以用車房，不過我搬入呢間屋之前都係租屋嘅，唔可以轉人哋幅牆去裝抽風口。咁我唯有用創意方式解決，俾大家睇下我嗰陣時啲黐線工程啦。一大堆喉管，似唔似樹妖姥姥啊？後來搬咗屋，就可以喺車房閘頂開窿裝抽風口啦。喺出邊再加個防蟲蓋就安全好多。再講返買模型油，喺英國要買燒機油唔容易。香港常用嘅佳亞、摩多、象域、Finisher 呢啲呢，基本上冇得揾，或者貴到離譜啦。最容易買到嘅係棍氏同埋雙星 ，Amazon 或者部分模型店都有，但價錢就比香港貴啲啲。至於珐琅油就搞笑啦，我問過模型店嘅老闆，佢話根本入唔到口，連呢啲珐琅油滲線液都冇，就算揾到又係賣好貴。但奇怪嘅係喺 Hobbycraft 呢啲美術用品店又會買到呢啲罐仔嘅珐琅油喎，唔通就係日本同歐洲品牌嘅分別？雖然網購好方便，我自己就中意行實體店，慢慢揀油最開心。幸好曼城附近有啲實體模型店，仲有係香港人老闆添，算係一大幸運。講到呢度，其實喺英國噴油唔難，只要改變少少習慣，揾空間、買氣泵、裝抽風，揾埋穩定嘅模型油供應，真係搞唔掂嘅話，轉用水性油
或者筆塗都冇問題啦。但講真，噴筆噴出嚟嗰陣霧氣，見到顏色漸層同埋滑滑嘅漆面，嗰份滿足感真係無法取代㗎。模型雲唔會因為轉地方就熄滅嘅。今集暫時係咁先。如果你都由香港過嚟，繼續噴油玩模型，你哋嘅做法又係點呢？留言話我知。你噴油時最頭痛嘅係乜嘢？如果你仲喺香港，都可以留言支持我哋呢邊嘅模型人家。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下集再同大家講下英國砌模型嘅另一面。拜拜。